見到大家嘅熱情呢係好開心、好滿足嘅。主辦單位佈置得好有心，係大家都俾好多心機落去，咁去幫助到香港 designer 啦，去俾多啲人認識啦。就我覺得玩嘢就係最好呢，就係佢有個主題去發揮大家嘅創意，係一個幾有紀念價值嘅活動。我最中意呢個打卡位，因為大家都可以好開心咁影相啦，同埋個 set up 都做得好靚、好美式啦。最開心就係好多玩具嘅策劃師啊、設計師一齊咁一個交流嘅好平台，都好開心可以認識到海外啦同埋香港嘅玩具設計師咯。有一種人嘅味道好緊要，自己自由放飛，自己創作。都好多謝玩嘢祭繼續舉辦呢個活動啦！呢個環境係融合到好多唔同嘅人去繼續堅持嘅動力嚟嘅，有啲嘢係好獨一無二、好珍貴嘅。